即个过年是连续休高日，大家到底是要去倒位佚佗呢？人力银行是来做一份调查，结果发现讲，这全台湾呢有8成的民众是会选择去出国佚佗，不过大多数呢拢是认为讲，袂出国佚佗，就是因为这国内住眠实在伤贵。不过其他呢会选择国内旅游的民众，因是认为讲，其实伫国内语言会通，而且交通方便，这拢是优势。 陈小姐当咧抢出国旅游的机票，嘛分享家己伫咧国内旅游的感受。伊认为伫咧国内耍贵松松，嘛有一寡无好的经验，所以转向出国旅游。伊认为比伫咧台湾耍更加会好。如果你要找很便宜的联航，你有抢到，其实可能就是高铁台北、高雄的来回价。那曼谷因为住宿非常的多，所以在台湾同样价位的预算考量下，你可能相比之下，你可以租到比较好的房系。 有人力银行调查，若是伫咧同款的预算条件，有80.3%的民众优先会选出国旅游，敢若19.6%会选伫咧台湾耍，而且有8成的民众感觉伫咧台湾过暝伤贵。不过人力银行的调查嘛显示，会选国内旅游的民众认为，游玩有语言会通、交通方便等等的优势。大家对于国旅最不满意的地方哦，第一就是觉得住宿的价格太贵，再来会觉得景区哄抬物价，还有停车费很贵，停车也不容易。同时啊，大家觉得平假日的价差过大。观光署嘛指出，其实价销逐年拢有咧下降。2024年平均过暝价销是2960块，不过伫咧2025年有降到2635块。为着要达成2026年来台湾的旅客有900万人次的目标，观光署也结合本地文化，增加南北旅游交流。除了北部外，观光署也跟中南部的地方业者加强合作，强化区域分流与接待量能的准备。观光署也指出，今年有机会达成目标，而且有可能超过来到930万人次。希望透过台湾特色带动台湾旅游。记者陈亚轩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